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30，箴言16章6節安尼講：因為主愛信實，做我得到耶雜。敬畏上主，人通離開邪惡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有主愛信實，敬畏你來離開歹的天父，願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全知全能、滿有穩定甲真理的上帝。你監察阮的內心，你知影阮的軟弱甲掙扎。主啊，阮來到你的面前，用你來表明阮的心意，求你賞賜阮有真實的心，甲純潔無假的靈。主啊，願你真理的光，照光阮心的黑暗。願你的聽，親像泉源，潤得阮孤單的靈魂。主啊，阮懇求你來照光阮的頭前的路，你的手扶持阮，互阮通行佇正直、公義甲平安的路。主啊，因為主愛信實，做我得到耶勘。敬畏你，人通離開邪惡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